2堂礼拜在2分钟后开始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好，我们在礼拜天的早上，我们一起起立来赞美我们的上帝，来赞美我们的耶稣。你的光是生命真光，我们要永远追寻你的光。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《生命真光》。你的爱是永无止境。主，你四面环绕我，你的爱使我苏醒，心中喜乐不住满溢，万物都向你呼喊，让赞美充满这地，黑暗终究会过去，为爱你牺牲自己，在你真光中我得着生命。从头再来一次。你的爱是永无止境，主你四面环绕我，你的爱使我苏醒，心中喜乐不住满溢，万物都向你呼喊，让赞美充满这地，黑暗终究会过去，为爱你牺牲自己，在你真光中我得着生命。我伸出大能双手，释放你属天荣耀，主是何等的奇妙，与你同行何等美好，让生命真光照耀。主啊，我们知道黑暗终究会过去，因为你为了我们牺牲了你自己。你的爱是永无止境，主你四面环绕我，你的爱使我苏醒，心中喜乐不住满溢，万物都向你呼喊，让赞美充满这地，黑暗终究会过去，为爱你牺牲自己，在你真光中我得着生命，黑暗终究会过去，为爱你牺牲自己，在你真光中我得着生命。我伸出大能双手，释放你诸天荣耀，主是何等的奇妙，与你同行何等美好，让生命真光照耀。主
主是何等的奇妙，与你同行何等美好，让生命真光照耀。主啊，我们要全心的来称颂你，因为你拯救了我们，你使我们的心歌唱。我们要宣扬你无比的大爱。主啊，我们要全心称颂，全心称颂我的主。你拯救我，是我的完全。主，唯有你能让我心歌唱，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。我要宣扬你无比大爱，让我能进入你光明同在。主，唯有你能让我心歌唱，我要宣扬你无比大爱。圣洁归我主，我心高声唱，全能神爱子，我灵呼求你，尊贵神羔羊，一生敬拜你，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。让我们再宣扬一次他无比的大爱。我要宣扬你无比大爱，让我能进入你光明同在。主，唯有你能让我心歌唱，我要宣扬你无比大爱。我们来宣告，yeah！圣洁归我主，我心高声唱，全能神爱子，我灵呼求你，尊贵神羔羊，一生敬拜你，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。全地的救主，全地的救主，全地的救主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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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圣洁归我主，我心高声唱，全能神爱子，我灵呼求你，尊贵神羔羊，一生敬拜你，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。让我们再呼求一次，圣洁归我主，我心高声唱，全能神爱子，我灵呼求你，尊贵神羔羊，一生敬拜你，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。我要全心，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。我们再一次，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。耶稣，我们要爱慕你。让我们现在安静心。我知道你对我们的爱，让我们能够学习去爱人。现在来唱这首《我要爱慕你》。耶稣。
我要爱慕你，我要爱慕你，倾倒我的生命。你是我唯一所求，让我心单单渴慕你。我们从头再来一次。耶稣，我要爱慕你，我要爱慕你，倾倒我的生命。你是我唯一所求，让我心单单渴慕你。我心满意，我心满意，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，让我走向你的身旁，贴近你，主啊，我渴慕寻求你。耶稣，我要爱慕你，我要爱慕你，倾倒我的生命。你是我唯一所求，让我心单单渴慕你。我心满意，我心满意，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，让我走向你的身旁，贴近你，主啊，我渴慕寻求你。我心满意，我心满意，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，让我走向你的身旁，贴近你，主啊，我渴慕寻求你，让我走向你的身旁，贴近你，主啊，我渴慕寻求你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照亮我们每个人的内心，你对我们的爱也让我们学着去爱每一个人，也求你不使我们爱这个世界，使我们单单的来爱慕你。透过你所教导我们的爱，我们可以坦然的面对自己，并且能够对未来有着更多的盼望。求圣灵每时每刻都浇灌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使我们明白爱的意义。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依然站着，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告别我们的信仰。好，我们一起来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的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彼拉多任内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。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请坐。我们来进行今天的奉献，请轮番的来帮我们来服侍。
好，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。主啊，你是我们荣美的高台，我们坚固的磐石，我们平安的避难所。无论我们身在何等的境况，我们都深信，在我们所不能的，在你都能。因为你曾说过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，方能成事。凭着对着你的信，我们在一切事上选择信靠你，因为这是你的恩典与慈爱，引导我们走正直公义的道路。慈爱的天父啊，满有恩典的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，以恩典护庇我们，用恩手引导我们，扶持我们。你的能力在我们的生活中彰显，你用真理喂养建造我们。亲爱的主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们，将你的路教训我们。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能一生跟随主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赐下的恩典，让我们不缺乏，不忧惧，不惧怕，更让我们有光明，有盼望，有永生。你这样的恩典够我们用。这里我们所奉献的是从你而来的，你丰盛的供应的一部分，我们回馈给你，为你所用。让我们在你的事工中有份。求你教导我们，常有一颗甘心乐意奉献的心，奉献我们的金钱，奉献我们的生命，与主你同行。最后，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，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好，我们要来报告啊，教会的消息。下一周的那个我们的聚会的表在后内页这边有，自己看看哈。你参加的哪个团契，你可以来参加。那个教会的消息，第一条就是本主日是台湾神学研究学院的奉献主日，感谢刘才与神学生的分享啊，来，愿主保守带领他的呼召之路，啊，那么义节牧师也受派前往古亭教会来募款。请我们为我们的神学教育的需要关心奉献。第二个，本主日中午，知美牧师会前往李春生纪念教会来召开小会。第三条，11月7号礼拜二，北中召开72之3次议会，2位牧师及代议长老会前往参加，在大道城教会。第四条，下主日11月12号是我们的福音主日，那当天是合堂礼拜，9点半开始啊。那有关的电子海报有在那个随着周报有放在各团，还有放在我们各团契的群组的啊。如果你有赖的群组里面，应该会看到很帅的一群人的合照那请广邀福音的亲友来参加。第五点，11月18号礼拜六上午会召开长执会，中午12点会召开2024事工研讨会及预算会议，请各团契的新任续任的会长或是辅导的还有那个辅导来列席，并提交预算于会中审议。中午我们备有便当。第6条就是我们11月26号也很快就到了，是感恩节。感恩节的那天呢，会举办一家一菜的感恩飨宴，邀请我们兄弟姐妹们分享你的拿手好菜哦。因为我们的关怀部长新任了，所以他很关心，很那个一再的要我加以宣导请到1楼来登记以免我们菜色会重复啦。因为主菜也不要太多，也要有副菜，要有水果，要有点心所以呢，你要准备什么？你想想这2周今天能够登记是最好啦，要不然下周请你补登记。第7点，2024年度的主日爱餐认献，一个单位是3000块认献款会请你直接交给干事，他会在2024年来入账。这个也是很重要的。我们的主日爱餐是我们主日礼拜以后大家聚在一起
交谈啊、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，请大家有心的来认现。第8条，2023年9月份教会的财务报表已经公布了，在公布栏，请你自行来参阅。然后，这个团契消息跟你们没关系啊。来，奉献明细呢，请你自己看，如果有不对的地方，或是有漏掉的地方，请找财务来哈。来，我们来看看，我们今天来读我们今天的圣经。那圣经呢？这个呢，记载在旧约圣经诗篇第90篇第1章第1节到第17节，蛮多节的17节哦，还是一样呢。我念单数节，请会众们大家来念双数节。诗篇第90篇啊，这是摩西的祷告文哦。来，第1节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：你们世人要归回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；早晨，他们如生长的草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。第9节哦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，我们进度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，晓得你的愤怒呢？耶和华啊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求为你的仆人后悔。第15节了，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愿主我们上帝的荣美归我们身上，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愿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愿你坚立啊！请希望上帝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日常的生活的帮助跟依靠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要请刘才瑜神学生呢，今天要我们正道，他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一生跟随，不看一世人跟随你，这是台语啦，我们就是国语，该是一生跟随主了哈。来，我们请刘神学生。大家平安，我是台湾神学院2年级的学生，然后今天很感谢教会可以让我来这里跟大家请安报告。然后那个知美牧师他先离开，然后我想跟你们说，就是知美牧师在我们学校啊，就是我们礼拜3有个灵性小组的时间，他是从我1年级就陪伴我的牧师，然后很刚好的是义杰牧师是我先生他们那一组的牧师，所以我们刚好夫妻被他们夫妻这样陪伴，很感谢建成教会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诗篇。这个诗篇90篇是摩西的祈祷文，然后一开始我们先想象一下自己是摩西。摩西在祈祷这一篇祷告文的时候，他心里在想什么？我们可以一起想象一下。他一开始说：“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山啊，
这个世界啊，这个地球，这个台湾，这个教会都还没有的时候，上帝就已经存在了。他让我们的人归为尘土，他说我们世人啊要归回。在他看来，1000年就好像一天一样而已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强壮可以到80岁，可是这当中其实都是劳苦愁烦而已啊，一下子就过去了。那因为这样，摩西就祈求说：“上帝啊，你可不可以教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，教我们得着那个智慧的心。”然后最后摩西说：“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愿你坚立。”我就想说，这个摩西的这个心情是什么？然后不知道你们看完的想法是什么？那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，其实这一篇祷文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祷文，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，我的最爱我的阿嬷她回到天家去，然后那时候我做一个那个故人的影片，那边用的那个影片里面用的经节跟用的歌，就是选自这一篇经文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那首很老的歌《一世人跟随你》，就是那个“求你甲是阮所生家己的日子”，有听过？就是这一首可以回去听一下这首歌。我那时候是用这首歌，也是我阿嬷那时候最喜欢的歌。那那首歌里面，或是这一篇祈祷文里面，它其中第10节经节很安慰我，因为他说，我们的一生年日是70岁，如果强壮可以到80岁，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即逝，我们便如风而去。那时候很安慰我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就想啊，对啊，我的阿嬷就是活到70、80岁而已，那这个生命不过就是一下子嘛，就是阿嬷的生命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，她现在就是跟风那样一起飞去了，就觉得好像比较安慰。我用这个故事来做开场白啊，不知道会不会让你们觉得很像很悲观，还是说很一个难过的情绪吗？然后用这样的心情，我们来看这一篇祈祷文，好像也感觉这个诗篇是一个哀歌，是一个摩西可能在很痛苦的情况下的祷告吗？但其实哦，这个祷告文它其实可以带来一个盼望，带来一个力量。那我接下来的分享，我就想说，我们可以一起来想想看，我们自己的生命，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生命。然后上帝是怎么看我们的生命，跟我们今天做完礼拜之后，可以继续怎么样生活下去？好的，我来问大家问题哦。摩西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有这个祷告文的？可以想一下，可能出埃及的故事啊，还是什么的故事？也想象一下，摩西可能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？然后我要再问的是，为什么90篇是用摩西的这个祈祷文开始？如果其实我们看经文的话，其实要常常回去看它的上下文，所以我们可以回去看89篇，就是为什么90篇这里是摩西的祈祷文，我们可以回去看89篇。那89篇呢，它这边是在说这个以色列国家他们已经因为得罪上帝太多次了，所以他们整个国家灭亡了。然后上帝是太生气了，上帝就决定，我要打破这个大卫之约，我不要再跟你们立约了。然后整个国家就在一个哀哭的状态下。所以诗人写89篇的时候，他是在祈求上帝不要再这样子惩罚他们，上帝不要再隐藏自己，上帝要赶快来拯救以色列人。那90篇呢，这边就好像是在回应这个89篇，摩西在告诉以色列国家的人，哎，没关系，不要怕。虽然我们这个国家整个都灭亡了，可是可能还会有一些，上帝还是会让我们有一些盼望，有一些希望。所以90篇是在回应89篇。那89篇这边是一个诗篇一大段落的一个结束，然后90篇这里是开始另外一个阶段开始。那我们就来看90篇一开始，摩西他先
扬声，他第一句话就先很高声的赞美上帝：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诸山未曾生出的时候，地跟世界你还没造成的时候，这个永远到永远你就已经存在了。摩西他一开始先很亲密的呼喊主。如果我们用希伯来文，就是那样阿多奈，阿多奈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从亚伯拉罕，从雅各以撒的时候，你就在那里了，一直到现在，一直到这个时候，你都是我们的居所。那我就要问大家，这个一直永远永远都存在的上帝，他的这个时间是不是跟我们人类的时间不一样？我想问大家，上帝的时间跟人类的时间，你们会觉得，这个时间哦，上帝是在时间内还是在时间外？就是说，上帝是他是被这个时间控制的，还是他是控制时间的上帝？我们应该都同意，上帝是控制时间的嘛？因为他是永远到永远都存在的上帝。那这个时间是不是上帝的时间就跟我们人类的时间是不一样的？这个就一个很大的对比。因为上帝是控制时间的，可是我们人类却被这个时间所限制住。那又一个对比哦，再一个对比，上帝过了，我们人类过了1000年，可是在上帝看来只是1天而已，这也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。然后接下来第6节又一个对比，早上的时候生命好像才发芽而已，可是晚上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类的生命就被割掉了，一下就没了。很强烈的对比，这在时间上面。然后第3节说：“你使人归于尘土，我们人不过是尘土而已，这么渺小。”可是第3节后面还有一句话说：“世人啊，你们要归回。”我就会想说：“哦，我们是尘土，那要归回去哪里？去哪里呢？”创世纪第3章第19节说：“因为你们是从土里而出的，你们本是尘土，人要归回尘土。”这是不是在说，我们人其实就是土而已啦？就是不管我们现在的生活，我们生命，我们多么厉害，我们多么伟大，或是我们只是普普通通的生活，不管怎么样的生命，最后都是归回尘土而已，就是这样而已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可是，更让人觉得需要恐惧的是，我们可以看到第7节，上帝是会生气的。他这里说：“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。”因为上帝的生气，神是会消灭的。可是第1节他这里不是说：“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”上帝他一直都是我们的居所，然后到了第7节、第8节，因为我们人类的罪过，我们却会被上帝因为他生气，然后我们就消灭了。这样是不是就想到有一幅画，像伊甸园那一幅画，就是原本亚当跟夏娃，他跟上帝是住在一起，住在那个园子里面，他们很快乐，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。可是因为人会犯罪，因为人有罪过，所以那个关系就跟上帝分开了，就被赶出去了，就离开了。这个伟大的上帝，对比我们这个小小的比尘土还要小的人，而且我们这个充满罪的人，我们还能向上帝说什么？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曾经有这样的经验，就是觉得自己在上帝的面前，好像连那个尘土都不如。然后因为上帝的愤怒，让你害怕的不敢再往前走。又或者是说，有时候这个感叹这个生命的短暂，让你不知道说要怎么样继续走下去。我想跟大家分享说，在我阿嬷回天家的那几年，我常常在想这些问题。我就觉得，
我阿嬷她一生尽心尽意尽力爱我们的上帝，然后她也很爱我们这个家庭。她一直都相信说上帝就是那个永远一直存在的上帝。可是为什么生命就是一瞬间，一下子他就不见了？然后生命有什么好夸口的？都不过是劳苦愁烦而已啊。然后我就会想说，啊，那个生活不要过得那么辛苦好了啦，就是赶快回去天家。反正那个地方不是美的无比吗？好的不得了吗？我赶快去那边就好了，我干嘛在这个地方活得那么辛苦？而且不仅这样子哦，我阿妈回天家后的那几年，我们家族就陆续发生很多事情，然后那些事情都让我一直打击我，一直打击我，让我没办法再相信说这个生命还有可能再好起来，这个世界还会再更好，我没有办法想象。然后我就很像那个约伯一样，就觉得上帝啊，你为什么要这样一直打击我们的家？你为什么要一直攻击我们？我没办法再相信，这个世界会更美好。我没有办法再相信我可以再站立得起来。然后我会想说，我是不是很像那个亚当跟夏娃一样？是不是我们家族做了很多错事，很多罪在我们家族里面，所以上帝已经向我们隐藏了，他已经躲起来了，他已经不再看顾我们这个家庭了。可是摩西的祷告不是只停在这里而已，我们可以看到第11节。第11节说：“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”12节说：“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”我们通常很容易就是会记得的经节是12节，就是很容易可以朗朗上口的经节。可是其实12节跟11节要连在一起看，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从希伯来文来看的话，直接翻译的话会是：我们因为认识了上帝的愤怒，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才有一颗敬畏他的心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求他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，我们才能够知道那个智慧的心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应该要先知道上帝他是会发怒的，他是会生气的，他会一一解释我们的罪孽，会把我们的罪孽摆在他的面前。那知道了这些，我们的心里才会有一个敬畏的心。我们要先知道，上帝是很大很大很大的，我们人很小很小很小，所以那个敬畏的心才会先出来。有了这个敬畏的心，才有下一步的动作，才知道要怎么样跟上帝祈求，要有一颗智慧的心。那我就想问你们，什么叫做智慧的心？什么是智慧？敬畏耶和华。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想到我们才德的妇人啊，还是所罗门王要求一颗智慧的心啊。然后我就会想说，这个智慧跟聪明跟才能是不是放在一起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智慧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可是不要忘记哦，智慧的心要有智慧的心，一定要先跟11节连在一起。11节说要先有敬畏耶和华的心，才会有智慧的心。所以我们可以把智慧定义成，在我们现在这个生命当中，我们先敬畏神，才能够做出一个能选择的能力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先敬畏神，我们现在有的态度，现在生命所做的每一个选择，才能够有更好的判断，才能够做出更好的决定。我们才可以继续向上帝祈求，在遇到这个这么多苦难的世界，不管是我们现在生命中遇到的难题，或者是这个世界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，比方说战争、很多的灾难，我们要怎么样继续在这个世界当中继续生活下去？就是我们要先跟上帝祈求，怜悯我们这些很渺小的人，让我们可以早早得到他的慈爱，一生欢呼喜乐。然后祈求他，让我们这些受苦的日子可以跟喜乐的日子是一样多的。
不过我必须很诚实的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些我阿嬷过世的那些年，其实我那一些年没办法相信我的生命有没有可能会有光的时候，我觉得我那时候的生命都很黑暗。很多时候我没办法向上帝祈求，我没办法想象我有一天会得到他的慈爱，我一生一世欢呼喜乐，很快乐的跟他生活在一起。所以我就会一直想说，那个17节，为什么摩西的祷告会停在愿主我们的上帝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。为什么这个最后17节是停在我们手所做的工？我就不能理解。就是我想说，不是赶快回去天家就好了吗？今天就欢呼喜乐啊，一生快乐啦。为什么最后是停在这个我们手做的工愿你坚立？我就记得有一个夜晚，然后那个夜晚我就跪在地上祷告了，就很难过，很难过，就像约伯这样，那眼泪啊、鼻涕啊，整个脸都是，然后就在那边哭啊，我好苦哦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让我们家族遇到那么多事情？都哗啦哗啦讲，然后想说这个我自己的生命都不要好了啦，这样我就不会这样这么痛苦下去了。可是，在那个过程当中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一个很小小的念头，就会觉得，其实说不定我想要继续活下去，继续看看我们的家族，我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可能有翻转、有改变的可能性，看看这么暗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有一点点的光可以进来。然后好像有了这个小小的念头的时候，就可以比较理解17节为什么是停在愿你所做的工，我们所做的工愿你坚立。我们人这么的小，然后很多时候我们又常常不想要管上帝，觉得他不要来管我们最好。而且我们的生命很短暂，一下就过去了。可是我想，只要我们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，然后向他祈求一个智慧的心，他一定会继续看顾我们，让我们得到他的慈爱，让我们在受苦的日子和得到喜乐的日子一样多，而且相信他会愿意向我们显现，向我们的子子孙孙显现，让我们现在手所做的每一个工作、每一个选择、每一个决定，都有他的看顾跟保守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感谢你让我们透过摩西的祷告，一同来思想我们自己的生命。愿你帮助我们学习敬畏你，学习向你祈求，拥有一颗智慧的心，好让我们在做人生各样选择决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因为先敬畏你，才勇敢地做出任何的决定。谢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接下来我想邀请大家看一个影片，因为今天是台神奉献主日，然后想说透过这个影片，大家可以更了解台神。如果不是150多年前马街、吴威廉和孙雅各牧师的创建与持续努力，这时就不会在这里看见学生们认真学习的身影。如果不是学生们完成学业后的贡献，台湾教会很难在这片土地上持续见证神的大能。如果不是老师们愿意无私付出，学生们也就无法受到完整的神学教育。问题不在听众，或问题是在我们讲的讯息，给的讯息可能不够清楚。好，所以呢，有为了讲道者帮助你。教学现场是未来的牧师们累积深度的机会，每一堂课也都是老师们影响生命的时刻。在实体的，在学院当中的群体生活的这种神学的教育，彼此之间的
相互的砥砺，甚至提醒。那这是非常难得的。教导旧约的赖鸿专老师，自己曾经在台神受过老师好榜样的激励。他认为耶稣当初就是以生命带领门徒，从实际互动的过程中彼此学习。如同教务长张志伟老师认为，要以哥罗西书深耕建造的提醒来面对世代的挑战。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不同的风向，不至于飘来飘去？那就是这个经文讲的，在基督里，在根基里，在教会里，神学教育跟教会是何等的紧密的这样的彼此依靠。台神2016年通过政府立案设立研究所之后，持续培育牧师、教会音乐工作者与灵性咨商专业人才，希望成为支撑教会的根基与力量。服侍的心有时候会是软弱的，因为会遇到更多的对别人对我们的攻击。可是他如果知道说他服侍是这群人，是为了下一代的人的时候，或许这个坚持才会走下去。想到下一代就能坚持下去。老师们在乎信仰根基的建造，而这也是梁玉梅老师当年决定投入神学教育的原因，认为是最值得自己抛头颅洒热血贡献生命的事。对我来说，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帮助人找到他在上帝国的拼图里面他在哪里，然后怎么样帮助他建立一种不管世界怎么动摇我，我就是要走这条路，我就是要回应上帝的呼召。磨我用我塑造我，这是今年开学礼拜中台神老师与主管一起献诗的决志。以敬虔、知识与宣教作为教育目标，不只磨练自己与学生，也是为了整个教会。今年度台神的经常费6925万元，将用在师资培育基金、校园教室及宿舍更新整修、远距教学、讲助学金以及图书馆藏书。我们需要更多人的关心，特别是您的关心、代祷奉献，来支持这个神学教育。其实也是在支持上帝爱台湾，让福音在这个时候能够代代相传，用爱来凝聚，能够结出更多希望的果实来。在这片土地上说出希望的故事，宣扬神的恩典。过去150多年来的台神，有接受呼召的学生，有愿意投入的老师，以及不间断的关心、奉献与支持。直到现在及未来，他们都将是继续为台湾教会创造故事与历史的人。弟兄姐妹们，不止他们，你也是，我们都是。最后，我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其实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。然后我进神学院的时候，其实坦白跟大家分享，我没有像别人说什么听到上帝说你一定要去念神学院这样，就我的生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所以我进去神学院的时候，很常会被问老师同学什么都会问，你进来神学院，你的呼召是什么？然后我都会觉得我说不出口。我不知道要说什么，但是最近我2年级，我还是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我就会想说，我当初进来神学院的原因只是很单纯，想要更认识上帝，然后想要更知道圣经到底在说什么，就是这样子很单纯的想法而已。那会不会其实这样也是一种福音呢？也是一种好消息呢？最后很感谢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很关心学校。那愿今天我所分享的信息，可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，
我们有没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，然后我们这样子才可以祈求一颗智慧的心。那这个智慧可以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可以勇敢地做出任何的决定。愿上帝保守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谢谢。那我们现在邀请弟兄姐妹来唱这首回应诗。耶稣，我要爱慕你，我要爱慕你，倾倒我的生命，你是我唯一所求，让我心单单渴慕你。耶稣，我要爱慕你，我要爱慕你，倾倒我的生命，你是我唯一所求，让我心单单渴慕你。我心满意，我心满意，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，让我走向你的身旁，贴近你，主啊，我渴慕寻求你。我心满意，我心满意，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，让我走向你的身旁，贴近你，主啊，我渴慕寻求你。让我走向你的身旁，贴近你，主啊，我渴慕寻求你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让我们学习敬畏你。感谢你让我们开始跟你祈求，我们要有一颗智慧的心。主啊，愿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在这个礼拜新的生活当中，每一天、每一日、每一个时刻，都有你亲自的保守看顾，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。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我们来唱最后一首歌，会后诗。哈利路亚，带着喜乐回家。哈利路亚，带着平安回家。哈利路亚，带着恩典回家。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啊！准备好了？哈利路亚，带着喜乐回家。嘿，嘿，嘿，嘿！哈利路亚，带着平安回家。嘿，嘿，嘿。嘿，哈利路亚，带着恩典回家。
你是我最爱天父爸爸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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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2堂礼拜到此结束，大家会后可以互相交流联谊，楼下有爱餐，谢谢各位。